虽然凯比风台已经离开台湾，不过有9000个旅客掉伫咧金门。交通部讲，在咧协调增加航班，也有军机等咧协助。另外，即摆菲律宾东边海面上，阁有热带扰动等咧发展，敢会阁再结做风台？气象署认为发展的空间有限，但是会继续关注。报道柜台头前，四界拢是人，椅仔位也拢坐满满，机场内底全部拢是旅客。候补大概几号了？都2000多号，这真的是太扯了，而且航空公司应该也要协调1、2班大飞机过来飞。在场9000人，大家拢真无奈，拄着风台来乱，原定班机无法度飞，二楼伊阁有外围的宽流带来狂风大雨，或者航班阁大乱，真侪人掉伫金门。27飞机将有正常起降，不过拢是逐班客满。先上车，不然这边会塞车。为消化这滞留的民众，民航局继续协调，加开班机以外，军方也出动军机来疏运，加旅客对金门甲澎湖再回来。只是军人甲军官优先，旅客也感觉不满。你军券补完了之后，我们才可以上。重点是这一次军券上去之后，我们通通都上不了。相较于7月国内线的班表，一天252架次，这2天超过的座位数已经1万多个。风台甲交通不甲乱糟糟，就慢慢来远离。不过受到低压带影响，气象署日前也对花东甲南部侪县市继续发布大水雨特报。只是凯比风台拄离开，伫菲律宾东方海面上又阁有热带扰动正伫发展，是不是增强加速风台继续来台湾呢？目前的话，台湾附近这边的风险是比较大一点，所以它在逐渐靠近台湾的过程当中，是有机会再稍微增强一点，是不排除有机会来到热带型低气压。那要再进一步增强的空间，目前来看是比较有限。气象署有测，受低压带影响，下礼拜1甲拜2各地雨雨会增加，尤其是东部甲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甲雷雨，无论是是不是正式风台，拢爱防范，雨势造成灾害。记者综合报道。